第13天，以色列啊，歸向耶和華。何西阿書第14章1至2節。以色列啊，回轉吧，回到耶和華你的神那裏，因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。你們預備好要說的話，歸向耶和華，對他說：除去我們一切罪孽，悅納我們的禱告，這樣我們就把嘴唇的果子獻上。神啊，懇求你幫助我哋，使我哋從自己嘅罪孽入邊回轉向你，救贖我哋，脫離一切同你背道而馳嘅罪行，使我哋獻給你嘅禱告同埋頌讚得蒙悅納。阿門。